报道。疫情过后，即摆真侪人要出国去佚佗。有民众讲，伊伫某一个国际上真出名的网站订饭店，看到讲有日本的饭店当咧拼俗价，赶紧甲注本，想袂到伊的信用卡煞互偷入，煞损失12000，敢是拄着诈骗？即个网站即摆讲当咧了解。点开订房网站，输入地点、日期甲人数，就情景的订房资讯，应互大家挑选真方便。啊，毋过订房进前爱详细看，尤其是特价优惠的部分。我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啦，通常就是还是会看一下那个价格，不会就是说哦，因为它很便宜，然后就会有这样的那个选择。很不明的那种连结，透过那种连结进去的话，可能相对风险会比较高。真有网友看到日本大阪这间饭店雄雄俗一万，而且佫好早顿，马上取消旧的订单，重新佫下定，收到付钱资讯了后，马上写信用卡交易密码，马上互人投入400多美金，差不多新台票12000，赶紧挂失卡片，毋过已经未付。事实上，民众伫网络交易接到手机信息引导诈骗的案件，常常有听到。刑事局统计，敢若规年接到的报案到247件，金额有1000多万，今年1到4月也有112件。诈骗可能是在网络告知外泄了后，民众进一步接到 email 简讯引导，或者是电话通知讲订单有错误、设定错误，甲要求改读分期付款等。如果这个讯息的时候，还是请民众要务必要查证，先挂掉电话，然后透过官方的联系方式，或是说打110或165向我们询问。为避免同款代志一直发生，订房网站原本就设网络安全听看听来对民众做提醒。国内饭店业者也讲，除了伫网站提醒宣导以外，也未主动通知民众做任何付钱的动作。说订房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缴一些费用，或者说费用还没有完成全部的一些缴清？那实际上我们饭店来讲，从来不会和客人直接做联络，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很早就提醒我们的消费者，特别要注意到这个事情。目前订房网站已经相关这间饭店订房服务，但是发现原因有关的调查了解当中，记者综合报道。